根據美國商業內幕報導咧，美國福特汽車嘅 CEO 法利9月29號咧，剛剛咧佢就喺一個場合表示，佢話中國車企喺全球電動汽車市場佔據咧主導嘅地位。喺電動車主導地位之爭之中，中美車企嘅實力對比咧根本係毫無可比性，即係話咧美國嗰方面係完全冇得揮嘅，同中國嘅車企嚟比喺電動汽車方面。報道咧就援引咧法利嘅話咧就講到喺電動車嘅行業競爭格局裏邊咧，佢就話中國係堪比700磅重嘅大猩猩，用一個700磅咁重嘅大猩猩咧嚟形容中國嘅車企。佢話咧同我哋所睇到嘅中國車企相比，佢睇到嘅中國車企相比，美國嘅特斯拉、通用汽車同埋福特汽車，即係佢哋自己咧，都冇辦法同佢哋進行同中國嘅車企咧進行真正嘅競爭，冇得打根本。包括特斯拉、通用汽車同埋佢哋自己福特。中國車企咧喺全球嘅電動汽車領域咧係完全佔據咗主導嘅地位，而且呢一種領先嘅優勢咧喺中國以外嘅地區係越嚟越大。呢種優勢啊越嚟越大喺中國以外，中國裏邊就唔使講啦。咁法利咧曾經多次咧係講到中國喺電動汽車領域嘅領先地位。法利咧喺舊年嘅10月，佢就曾經講過咧，佢話自己喺過去半年裏邊咧一直都喺度揸緊小米嘅電動汽車。呢個係舊年呢位 CEO 10月當時講嘅，一路都係揸緊小米嘅車。喺今年嘅6月，今年啊，法利咧喺一場討論會上邊咧又表示，中國喺電動汽車領域嘅進步咧係佢所見過最自慚形穢嘅事啊，認為佢覺得好自慚形穢。全球70% 嘅電動汽車都係由中國製造，而且成本同埋質量咧係遠遠好過佢喺西方所見到嘅，認為冇得比嘅。無論係質量同埋成本都係完全佔優勢嘅中國嘅車。咁睇翻啲實際嘅數據呢，呢啲頭先講嘅咧都係呢個係一種 opinion 係意見，就係福特現任嘅 CEO 對中國電動汽車嘅意見，佢個 opinion。我睇翻啲實際嘅數據，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7月10號發布嘅數據，都係唔係好耐7月10號嘅數據。喺今年嘅上半年，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銷量，第一個就係產量，第二個係數量，就係個銷量，就係第一個生產咗幾多，第二個賣咗幾多，分別咧生產咗係696.8萬架，600幾萬架嘅電動汽車、新能源汽車。跟住咧就賣咗幾架咧？賣咗693.7萬架，即係差唔多賣晒咁滯咧。同比分別無論係產同埋銷咧，分別係增長咗41.4%，銷咧係增長咗40.3%。咁新能源汽車新車銷量咧係達到咗總體汽車新車嘅總銷量咧44.3%，即係每賣100架車咧，有44架新車咧都係呢啲新能源汽車嚟嘅喺國內。咁日本嘅日經亞洲評論咧喺8月2號比較新啲嘅報導就話咧，喺今個夏天，中國嘅電動汽車咧係開始頻繁出現咗喺歐洲嘅道路上邊。以前咧，中國電動汽車喺全世界最大嘅汽車市場，即係中國當然係佔優啦。但係去到海外就都係新嘗試啦。尤其是歐洲本身係生產好多汽車噶嘛，歐洲係汽車大國嚟噶嘛。但係根據日經亞洲評論咧，開始越嚟越多中國嘅電動車喺歐洲嘅路咧行下，即係殺入去咧。本身係歐洲係造車大國喎，大佬 Benz、保時捷歐洲嘅喎，殺入咗去歐洲嘅道路上邊。一間叫進特商務諮詢嘅公司咧就發布咗個數據，我都係講數據就顯示喺6月份啊，中國嘅電動汽車喺歐洲嘅銷量咧，同比6月份咧同比即係對比之前一年嘅6月咧，係升咗47.5%，市場份額已經去到歐洲咧5.5%，創下咗新高。5.5%好似唔係好大，但係我哋記住呢個係一個中國造車一個新嘅市場，而歐洲係傳統嘅汽車大國嚟嘅，但係中國咧已經創咗新高啦，佔市佔率咧5.5%。呢個係中國嘅電動汽車。截至到7月底，頭先講6月份咧，去到7月底，中國喺歐洲嘅電動汽車註冊量，即係新嘅，即係唔係真嘅，即係總之係喺歐洲註冊咗嘅車，電動汽車嗰個比例咧，
同比係增長咗，喺7月底咧，截至7月底係同比增長咗91%，個市場銀拍咧差唔多 double 咗，去到咧5.1%啊！呢個同頭先個市場份額都係好吻合嘅，即係中國喺歐洲嘅電動汽車嘅註冊量啊，即係 register 嘅係中國嘅車咧，個市佔率係達到5% 咁滯，同比增長咗咧91%嘅。咁即係已經係殺入到咧係一個傳統歐洲咧係歐洲係製車大國嗰個市場嘅。咁根據咧英國市場調研公司一間咧叫做奧姆迪亞公司調查公司嘅數據咧，話同中國相比喺美國電動汽車同埋所謂混合動力汽車咧，即係啲唔係純電動係啲混合動力嘅咧，個銷售增長速度咧係比較慢嘅，即係喺美國咧啲人唔係咁接受電動汽車，或者係嗰個轉換期咧係比較慢嘅，佢哋轉化係慢嘅。喺2022年初，電動汽車咧係佔輕型汽車銷量咧12%電動車，咁去到舊年底咧係升到20%。22年初至到舊年底，咁即係升幅其實都唔快嘅，12%去到20%，相對上呢個比例係低嘅。第一啲咧經銷商，美國嘅經銷商就話咧，佢哋嘅倉庫裏邊咧，電動車嗰個倉庫嗰個庫存咧係高嘅，即係有啲車咧係未賣出嘅，喺嗰啲 dealer 嗰度。呢個顯示咧喺美國市場嘅需求咧，呢啲電動車係存在一啲上限，即係話咧美國嗰個汽車嘅轉型由油車轉去電動車咧。嗰個成個轉型嗰個速度咧係慢嘅，即係佢哋用電動車嗰個接受程度喺美國係低嘅。與此同時，而且唔單止係咁，而家美國國會咧仲通過一個法案咧，就係要取消電動汽車購買嘅稅收抵免，即係嗰個稅嗰一個 incentive 咧都要取消埋，即係唔再鼓勵咁多人咧係揸電動車。咁咧，即係呢個做法，佢哋話將啲錢啊慳翻去其他經濟嘅事項啦，咁變咗咧好可能咧，即係。呢個進一步咧，當然會拖慢咗美國嗰個汽車嘅轉型咧，由傳統嘅用油嘅汽車咧，從汽油嘅汽車轉去電動車咧，個速度咧，美國相對上咧又係會慢咗，或者係講咧喺新能源汽車方面咧，即係中國嗰個車嗰個部分咧係會快過美國好多，美國咧嗰個速度咧係慢嘅，咁呢個係數據顯示出嚟嗰個情況。好，咁啊講完咗即係比較咧，即係簡單嚟講，如果喺電動或者新能源汽車咧，就應該。美國同中國就係好似無人機咁啊，又係整下又係冇得比噶啦，咁搞法。咁下一個咧，我就講翻咧美國本土咧，就講一單官司嘅一單官司。咁根據 Axios 咧9月29號嘅報導 ，Google 旗下嘅 YouTube 大家話睇緊個 YouTube 咧，就已經同意咧，就向美國總統特朗普咧係支付2200萬嘅美金去達成一個和解。咁即係本來佢哋打緊官司咧，而家咧。YouTube 咧就話，算啦，我和解啦，就俾你就唔再喺個庭度再打啦，唔喺個庭度再打嚇，就俾2200萬美金咧去 settle 呢件事。咁呢件事係咩事咧？此前咧 YouTube 咧就因為喺2021年，當時好出名嘅就係21年有咩發生啊？1月6號就美國嘅國會山騷亂事件啊嘛，有幾千人衝入去國會山度啊嘛，咁跟住有人死亡，有好多警察受傷，呢件大事嚟嘅。咁因為呢一單咁嘅大事咧，21年1月6號國會山騷亂事件咧 ，YouTube 當時咧就係刪咗特朗普嘅帳號嘅，就驚佢經呢啲媒體咧係散播一啲鼓動一啲人去即係可能會騷亂啦。咁佢當然係有責任咧，就去停止呢件事啦。咁當時咧 YouTube 咧係刪咗特朗普喺 YouTube 嗰個 account 嘅，刪咗佢帳號。咁之後咧，特朗普就告佢啦，即係話喂，你點樣刪我 account 啊？咁咧就對 YouTube 咧就提起訴訟，就告佢，就話佢刪咗佢個 account。咁根據報道咧，根據法庭嘅文件咧，而家特朗普咧係將會獲得咧要 settle 嘛 ，YouTube 俾佢2200萬美元嘅賠償金。咁呢2200萬特朗普會點用咧？就會存入一個信託基金，係用於咧去支付咩咧？佢哋白宮宴會廳嘅一個翻新工程，咁即係話咧呢2000幾萬美金咧，我嚟咧幫手去翻新一個白宮嘅宴會廳，咁因為成日要請客噶嘛，要見人噶嘛，咁梗係要翻新個宴會廳啦。咁呢個翻新呢個白宮宴會廳要用緊幾多錢啊？喂，2000萬美金去俾落去，咁你係錯啦。呢一個白宮宴會廳嘅翻新工程咧係要耗資2億美金嘅，係去翻新個宴會廳嘅喎，唔係成個白宮喎，因為要見客啊嘛，見人啊嘛，咁食飯請人食飯，咁咧就要用2億美金。儘管咧
要整個政府效率部，要炒好多人，係嘛？要令到一啲窮人嗰啲食物係要嗰啲咁嘅援助係暫停等等，呢啲係冇嘅，實際政府停擺，即係政府係冇錢嘅。但係咧，政府冇錢啫，但係白宮要見人啊嘛，咁你請人食飯梗係要靚啦。咁所以咧，個宴會廳咧仍然係要用2億，即係儘管啲窮人冇飯食，呢啲係小事啦，係嘛？咁另外就係即係炒人，政府職員呢啲都係碎料啦。咁但係咧，見人呢件梗係事大啦。咁個宴會廳咧係要2億美金咧去翻新嗰個宴會廳。咁咧其中咧而家有2000萬，即係1/10度咧2200萬咧就由咧呢個 YouTube 個官司咧佢要 settle 咧就賠俾特朗普咧，佢就攞翻出嚟咧係去翻新呢一個宴會廳嘅工程嘅。咁另外咧 YouTube 咧除咗2200萬要俾特朗普之外咧，亦都會向一啲其他嘅呢一件案嘅原告，唔係得佢一個特朗普一個告，有其他原告，咁啊支付幾多錢咧就少好多，就支付咧250萬美元，就同 settle 呢件事俾一啲其他嘅原告。咁咧就呢件官司或者呢件案件咧 ，Google 即係 YouTube 嘅母公司咧係拒絕發表評論嘅，就冇再講嘢嘅，對呢件事係冇再進一步發表評論嘅。咁當然啦，好多嘢都唔即係好難講得出口啦，因為佢本身亦都係上市公司係嘛？點解呢件事係咪打落去冇得打咧？係咪要停咧？係嘛？唔停又會點咧？咁呢當然呢個就係拒絕咧 ，Google 係拒絕發表評論。根據美國媒體嘅報導咧，特朗普原來2021年7月1月發生呢個國會山事件啦，之後俾人哋停咗帳號咧。咁唔係淨係一個媒體停佢嘅喎，原來特朗普喺2021年7月咧就對 Meta 嘅 Facebook、對 X 即係以前 Twitter 即係推特啦，同埋對 Google 嘅 YouTube 暫停佢社交平台帳號咧，都係告嘅，提起訴訟嘅，就唔係淨係告呢個 YouTube 嘅，就告埋 Twitter 同埋即係而家嘅 X 啦，同埋告呢個 Meta 嘅 Facebook 嘅。咁當時嘅法律專家21年嗰啲法律專家當時就表示咧，喂，根據美國法律，特朗普呢個訴訟好難贏喎，即係當時嘅法律專家認為特朗普好難贏喎，你咁樣告人哋停你戶口，你咁樣告人，當時嘅法律專家認為咧，美國嘅法院咧係唔太可能做出一啲咧係對特朗普有利嘅裁決嘅。咁點解咁講咧？當時嘅法律專家認為咧，即係此前喺特朗普咧就呢啲咁樣俾人刪 account 去告嗰啲呢啲咁嘅平台咧，特朗普唔係第一個嘅。之前咧亦都有好多類似嘅訴訟嘅，即係咧亦都有人俾人譬如俾 Facebook 或者俾 YouTube 刪咗 account 就走去告 YouTube 或者告 Facebook 嘅。咁此前嗰啲案例咧都係被駁回咗嘅，被彈翻轉頭嘅。喺美國法院咧係唔告唔到嘅，因為咧當時好多法律專家認為咧，點解啲法院會駁回咧？就係咧，因為咧根據美國法律咧，就係嗰啲科技公司咧係有權按照自己認為合適嘅方式去運營佢哋自己嘅社交平台嘅，即係佢有咁嘅權利去認為自己啱嘅地方咧，只要佢唔犯法就可以去運營佢自己平台。咁所以咧，如果佢刪你個戶口，佢認為係有呢個戶口係不利嘅話，佢認為唔啱，佢係可以咁做，呢個係合法嘅。咁所以你因為咁去告佢咧，以前咧特朗普之前好多單咧類似嘅官司咧都俾法院彈翻轉頭。咁所以咧當時特朗普去告咧，啲人都認為咧，咦冇乜用喎，以前都唔得嘅喎咁樣。但係咧而家個局勢咧就發生咗巨大嘅變化啦。卒之呢個世界冇咩絕對係唔得嘅，世事就果然無絕對。以前咧睇落去好似唔得嘅嘢咧，亦都可能唔係永遠唔得嘅。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之後，無論係 Meta 同埋 X 公司，即係 Twitter 啦，即係而家叫 X 公司，而家 Twitter 咧，分別賠錢即刻。Meta 嘅 Facebook 賠2500萬美金，X 平台賠1000萬美金咧賠償金，就同特朗普咧係達成咗和解，即係即刻咧同佢和解啦。以前認為係根本好難告得到嘅，但係佢當選總統之後咧就唔同晒啦，即刻馬上 settle。而家反為咧，我而家報道嗰個 YouTube 賠2200萬美金咧，原來 YouTube 係最後一個達成和解嘅社交平台，其他啲 Facebook 啊、X 啊、Twitter 嗰啲咧已經係和解咗噶啦。YouTube 係最後一個嘅啫，都係要和解，即係都係要俾錢。咁 CNN 咧就話咧，自從特朗普今年1月上任以嚟咧，嗰啲科技巨頭咧對於特朗普同埋共和黨採取咗咧係更加支持嘅態度，即係咧個態度唔同晒啦。即係特朗普上翻嚟，做咗總統喎，咁變咗咧嗰啲科技巨頭咧都唔再拗頸啦，個情況變晒。咁跟住 CNN 認為咧，呢啲和解
達成到呢啲所謂嘅和解咧，都係喺呢個咁嘅背景之下發生嘅。因為當然啦，識時務者為俊傑，係嘛？2000幾萬美金對呢啲科技巨頭嚟講，濕碎啦，都係要俾，就算大嘅都要俾㗎啦，係嘛？識時務者為俊傑啊嘛，佢哋管理得間咁大嘅科技公司，當然係聰明人啦。大家好，巴士的報除咗響 YouTube 有視頻之外，響另一個平台石榴台都有視頻睇。石榴台有好多獨家內容，特別係盧社長同我有關中國嘅新聞時事分析。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好多嘅資源，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報，訂閱石榴台。有你嘅支持，我哋先至可以繼續製作。多謝大家。